想揾定期存款以外具吸引力嘅收息機會？今日我哋用3條投資者最常問嘅問題，快速同大家分析。新資金放銀行利息有限，但買高息股或者高息 ETF 又怕波幅大，投資者有咩選擇可以兼顧到高息同埋增長機會呢？問得好啊！當前波動嘅市場環境下，一個環球高收益債券組合為投資者提供進入環球市場嘅機會，又可以分散於唔同行業。過去20年間，唔同嘅經濟週期下，環球高收益債入邊嘅票息每年平均超過7%，高過環球高收益債券指數過去10年平均，亦可以捕捉未來債價增長潛力。而且過去3年嘅違約率已經大幅下降，受惠唔同公司嘅基本面保持穩健，預期環球高收益債今年嘅違約率繼續維持低水平，真正做到分散之餘又兼顧高息同增長潛力。阿巴甸安本投資嘅環球增益債券策略有咩優勢呢？就係高付稅，高代表每月固定年化派息8厘。我哋唔會盲目追求最高收益，反而專注一件事，爭取比高收益債較高嘅收益率，同時謹慎管理風險。富代表豐富環球佈局，市面上唔少環球高收益債券組合，其實有近8至9成只投資北美同歐洲。我哋嘅基金經理團隊就以更豐富嘅佈局，分散全球，包括歐美以外市場唔同行業。稅代表高質素，精選能夠喺收益同信貸質素之間取得較佳平衡嘅債券，同時盡量避開出現壓力信號嘅債券發行人。喺而家不確定嘅市場環境下，聽落安本環球增益債券策略係一個唔錯嘅收息選擇。咁阿巴甸安本投資嘅債券團隊又有咩優勢呢？投資債券經驗好重要。阿巴甸安本投資參與環球固定收益投資超過100年，我哋擁有超過140位專家，遍佈全球唔同地區，研究覆蓋已發展國家同埋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同埋投資級別債，管理固定收益資產約1750億美元。安本環球增益債券策略嘅基金經理團隊平均擁有24年嘅行業經驗，而且喺我哋公司更平均任職18年。安本環球增益債券策略已經響恒安標準人壽亞洲投連保險平台上揾得到啦，仲係限時獨家推出添。另外，如果希望喺靈活管理資金之餘，爭取更高嘅收益，享受同貨幣市場基金相近嘅流動性，安本增益短期債券策略亦都已經喺恒安標準人壽亞洲投連保險平台中推出，提供5.25厘年化每月派息。有興趣可以聯絡我哋了解更多。多謝大家。